云林县政府甲中华中正大学来合作，伫岛南的台湾客运的旧车头来成立着全国第一个青银共生的基地。除了予退休的乡亲找到家己适合的兴趣之外，嘛鼓舞少年人共同来学习。 透过将岛南镇旧台汽车站中心整理和国立中正大学合作，未来政府嘛希望将这打造做全国第一个青银共生基地示范点，何时代伫这学第二专长。我是第3期的乐农师，就是经过这个乐农师的培训，再把这个食农的教育，然后结合到产品里面，之后会进入这个微型的创业辅导里面。现在才知道说，食品可以吃得很原味，吃得很健康。老人家，我们怎么去研发给长者，他们的口感，他们适合他们吃的东西，我觉得这样非常有意义。 以在地食农产业的转型来做主题，自优先食品来出发，发展出各种以农业为主题的产业链，期待透过共同合作方式，让民众来学技能，带动地方的产业发展。透过引进中正大学本身的一些专业领域来培育更多的这人才所以乐农师也就在这个基地里面应运而生。 透过青银共生基地设立，除了会使予一寡退休民众或者是有兴趣的青少年做回来学技艺，嘛希望会使带动地方的发展。